大家今麦敢有算暗安？今麦算下昼平安，大家下昼平安，大家好。我是火箭恁的网络好厝边足久无看，先甲大家小借问，伊头着去车暗，应该当讲暗安。好啦，阿酸已经讲暗安，咱就讲暗安。伊头着去车暗安，佮有三处风暗安，佮有阿酸暗安，佮有我一口气盖长呢，佮有伊利暗安，欢迎恁来，嘿。大家有没有想我啊？太好了，睡醒刚好看直播，很好，很好，很好。几百年吗？乱讲，也才1个礼拜多吧，应该吧，1个礼拜多一点吧。我上礼拜没有在自己的频道开台，对耶，对耶，顶礼拜咱伫西雾遐，我们在西屿那边跟魔女莱拉一起开车，对不对？哎呦，感谢你的寄付。阿慧祝你生活充满 love。哎呦，伊头着去遮，多谢伊头的100块，足久无看，火档你奈，火档的你奈，遮久拢无来，感谢呢。这条歌是毋是真正有甲伊利有 cover？ 大家使去听哦。火档的你奈，遮久拢无来。电话路过，阮声音结甲真犀利啊！对，好，还会唱，很好。谁说想我的脚的？阿酸，哈，想我的脚是不是？你再想想，拖鞋味咖啡，怎么觉得今天的 Night Boss 讯息一大堆？那样呢？主播在炫耀自己有很多气吗？不行吗？气长一点也不行吗？不是为什么要阻止我多呼吸？是不是想要我活久一点吗？你们是怎样？鸟鼻沟最暗蛮欢迎，抖内多少钱就要把音拉多长啊？没有办法哦，100块这样要拉长100秒，没有办法哦，真的没有办法哦。放上薯饼啊！有啊，我的大概差不多1个月啊2个月的换一届，无就惊讲大家抖内的时阵，抖内该1仙都无爱抖内啊，所以就变做大家若是有想要一直听新的放上薯，就爱定定抖内哦。去西屿那边酒驾都没告知，我有写在周表上啊，对呀，我有写在周表上跟大家说，所以大家可以去看呐，只是考验大家有没有在认真看周表。主播久播一次就发糖，还是主播以后就照这个频率？好啊，以后我们就1个礼拜只开1台好了。不要啦，这个我发现虽然就是做影片类的更新，好像有时候流量还不错，跟那个直播的流量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影片更新没有让我赚到很多钱呢。对啊，就是直播的时候大家比较有机会抖内，但是好像看影片看到想抖内或是想按超级留言的人会比较少，所以我也没办法只做影片，我还是要出来直播，没法度，我就会枵死，我就没钱。这没办法，已经做散了，3个要好贵掠去啊，这没有办法。好，我今天声音好那个我觉得我要感冒了，完蛋了，明仔载给我刮回呢，明天要来开不留档歌回。我想说，马自力安蛮欢迎，不要，我1个礼拜只开1次，是不是？好啦，会努力多开一点，好不好？2月就是2月总放是安尼，2月就是拄着过年。拄着过年咧，就有一寡厝内的代志，就爱做，就无法度一直开。搁有就是火烧2月的时阵，拢是因为我开台的时阵，我开台的时间拢会配合火烧上班的时间，就变做讲伊2月的时阵，伊去上班的时阵，我拢无法度开台，拢是迄个流量会足歹的即个时间呐，我就直接就好啊，就较休困较济。最近有学到，但是休困嘛是真重要啊，总算学到，总算学乖啊。灰色辛苦啊，会辛苦啊，普通啦，我普通啦，灰色较辛苦。最近真的有学到一件事，就是其实休息也是很有生产力的一件事，就是我说的休息就包含好好睡觉、好好吃饭，以及看一些优质的作品，对，就是这种充电类的，算就是做这种事情，也算是会让你，这至少我自己觉得啦，会让你那个接下来的创作能量会比较恢复一点，做起来会比较有效率。对，所以真的还是，大家要记得休息啊，大家。
虽然大家看我的台应该算是有休息到吧，应该吧，应该吧。平常开台应该看我的台，大家应该不会有很多压力吧？哈，应该不会哈。一定要包什么？包红包，你要包红包哦？会使啊，会使啊，欢迎啊！请，包较大包的多谢啊。足欠钱的，足需要钱的，请大家尽量包。压力 max， 什么意思？压力，这是什么谐音梗吗？我怎么没有 get 到？建中老师熬早，欢迎你来熬早。熬早什么意思？今晚下晡5点，你讲熬早，你是哪起床呢？敢是？你若是今晚才起床，是毋是就代表你爬袂起来？你爬袂起来，是毋是就代表你昨晚才困？昨晚才困，就表示你足辛苦。哎呦，辛苦啊！尽量包得下。阿慧祝你生活充满 love。哎呦，祝建中老师的生活充满 love。多谢你的30块红包，尽量包，多谢。请大家加包挂。看是要包菜包、挂包，还是人参啊包拢会使。多谢。好，安尼咱就通好进入今仔日的主题吼。今日要来看这个网站，或者这嘛是我，因为我平常时就是拢会伫迄个 Threads 啊，还是或者就是我所有的社群平台拢是这叫做啥？因为咱的演算法吼，我们的演算法，咱的演算法就是你看愈侪即款的物件，伊就会送愈侪即款的物件互你。我平常时就真正是看到一寡台语文的趣味的假诗，还是趣味的网站，都是要看者。所以我演算法就知影讲，我爱看即种的，所以我就会看到。所以今仔日就是这叫做食好到小报，看到这个网站我袂歹，趣味所以要来。因为做趣味，所以要分享给我的趣味假表，哈！小资人你好，小资人下昼平安欢迎你来，你食饱未？毋对，即摆才5点，问大家食饱未？是毋是有淡薄仔伤早？欢迎你来哈，欢迎你来看我的台。就是安尼。哎呦，救人哦！多谢鸟味果水送出10个汇集，多谢你的寄付，阿慧祝你生活充满love。哎呦，多谢。还有咱起奥嘛高早欢迎啊，欢迎。还有八音香果午安欢迎，欢迎你来。多谢鸟味果水送出10个汇集，互我有钱通好赚，多谢。水啦，佫会当食一顿，佫会当食2-3顿啊！多谢鸟味果水的赞助，佫有蜡罐汽水，你好，暗安到底是暗安还是午安啊？刷去高早就好，汽水高早，欢迎你来，欢迎。香果腹肚枵呢，你若腹肚枵会使买一下饭来配，会使来配。伊利敢有收到汇集无啊？我袂讲。敢有？等下敢有？目睭无啊！伊哩甲我骗，敢是1、2、3、4、5、6、7、8？好，等下我数下无1、2、3、4、5、6、7、8、9。好，家己拍档做有收到，拢安尼呢。叫大家收到会员来看台，是，多谢。大家都有收到会员的，会当看一寡有诶无诶奇怪会员限定诶影片。比如讲，或者鸟啊安怎？鸟啊咧生产迄个鸡骨力鸡卵糕，耶！你若讲迄无成鸡卵糕，嘛会当讲迄改成是麻豆。好，莫讲这麻豆，真正做成诶，真正做成麻豆诶。你若知影我咧讲啥吼？建中老师嘛，加做家己有收到鸟味果水送诶汇集，无吼，袂要紧，这或者民邦的，这叫啥？臭蛋毋免扣税，民邦嘛毋免扣钱。哎哟！建中老师直接加入会团，敢有影？多谢啦，多谢你加入我诶会员，哎哟！佮受到你的照顾啊！多谢建中老师，即马变做会团的一份子啊！
掷地有声有影。伊利我无甲子模小姐问子模下昼平安欢迎你来看今仔日的台。咱即摆已经进行11分钟，拢还未进入重点。伊利拢欺骗阿辉的感情，袂要紧啊，拢安尼啊，袂要紧啊，拢安尼。啊，4颗好头，什么头？什么意思？什么头？摸到小智人知影摸到吼，安尼你就知影。安尼就哪像收到，原来是安尼，原来是先拍一抓，讲啊收到了美国水送的回执，啊，佮家己纳钱，安尼就有回执吧，安尼有影，竟然是传说中的陈建中老师，对啊，头一摆来的时阵，我嘛真正惊到，因为迄个时阵我咧偷看老师做的网站，啊，结果老师就出现啊，我救人，真正惊到，感谢建中老师加入会团，多谢，欢迎啊！你要挂咧听先塞车好，塞车细字啊，3个月啊，哎哟，三处风景加入会员3个月，恭喜！咱即马即个感情愈来愈深，愈来愈高。敢袂当安尼讲袂输是迄个我甲观众朋友的感情，就建立伫即个钱顶面，感谢，毋是安尼哦，毋是即个意思啊，建中老师经历足侪足趣味的资料，佮有足侪足趣味的网站，就是伊建中老师个人的网站顶面嘛是有真侪，我感觉算是行伫头前，敢袂当安尼讲，就是早晚爱有人出来做，若是台语要兴，可能早晚爱有人出来做的内容，有看到老师有做得足钦佩，有影。原来会址甲观众是单纯的金钱的关系，知影？毋是安尼啦，无介单纯啊，虽然是有钱，毋是安尼讲，喂，毋对，搁我白讲，我讲的无介单纯，就是讲有钱的关系，啊嘛有即个真正是足深足够的迄个感情的关系，搁有就是迄个咱是做伙拍拼来，互咱台语讲甲搁较好，搁较练等啊，对，是对。伊利，你啥物意思？伊利，平常时拢是大家咧讲我甲伊利安怎，即马换做是无伊利的代志就欢喜安尼袂输讲甲袂输，我甲伊利偌单纯共款，我是捌食过伊利煮的饭的查甫人呢，虽然应该毋是唯一一个，好啦，废话讲伤济啊，已经13分钟过啊，是通好来看咱的网站啊无，哇，鸟美国水嘛是3个月火种啊！多谢，还那侥幸是啊，若是火种啊，对啦，火种无毋对，因为咱的即个会员是有分无共的阶级的，迄个上俗的是火炭，啊，过来是火种，啊，搁较贵的就是纸鱼，无毋对，咱鸟美国水已经是纸鱼即个阶级，已经嘛已经是我会员3个月啊，对啊，我的观众的即个名号做火种，就安尼，就想讲我的名有火的，都和一个甲火较有关系的对，就是安尼，像泡西瓜，真简单的问题。我拢食伊利的肉，是咧讲啥啦？伊利煮的肉无毋对，啊肉为倒位来，咱毋知吼。伊利迄肉是为倒位来？有机会才互伊利解说，互大家知影，大家去看伊利的台才知。马子利嘛加入我的会员3个月，恭喜马子利嘛是3个月的火炭，是。大家若是有加入会员的，我会记得恁是有迄个，恁若是满几个月的时阵，就会使试一条，甲大家讲迄个你已经加入几个月的即个信息对无？大家若是有买会员的，就爱迄个会记得爱试哈，爱记得试，问了伤济好，无爱问啊，毋敢，无后摆换我变做迄块吧，我著要食家己啊，虽然即摆已经是咧食家己，好讲伤济，废话有够济阿辉，够话，好，过来咱就来看咱的网站咯，今日我看到即个网站叫做在意 Real， 是，这个网站我有甲网链啊就是网址吼，我有甲网链啊放伫咱的说明遐，我们说明栏有放网址，所以大家若是有
好闲啊，想要知影的，想要知影的，再试就去算看卖。哦，啊，毋过嘛是会使先看我算，先看我的台，啊，看了家己再去试看卖嘛会使吼。啊，这个网站是咧创啥呢？因为我毋知影是我家己电脑设定的关系，也是伊原底就是写英文的，我真正毋知，所以你若有知影会使甲我讲一下。好，啊，这个网站是安怎咧？就是大家若是有咧学语言吼。上无我家己是安尼啦，我家己学英语的时阵，雄要甲大家分享。我家己学英语的时阵，就是讲，这做啥？浸水足重要啊！啥物叫做浸水？就是你爱泡鱼啊，浸鱼啊，就是怎么说？我觉得学语言的时候，把自己泡在充满那个语言的环境是蛮重要的。尤其你若是想要学台语吼，这个环境。无得找哦。你若讲你想要浸伫一个全拢是英语的环境吼，你有几若个选择？一个就是你直接就移民，直接就去迄个英国住啊，还是去美国住啊，去遐住。啊无就是你网络顶面上无会当找到足侪英语的资料、英语的影片、英语的 VTuber 之类的拢有。哦，若台语就较困难淡薄，因为咱知影这台语这个语言，即马互大家使用的这个状况，无遐好，因为有足侪人无法度用台语讲话，就是无法度讲出家己想要讲的话，啊嘛无法度摕台语来创作，无这个能力，所以就规气无做，所以你若是雕工要伫这个网络顶面找到台语的内容，就是爱开较侪开啦，这个网站偌好，就是伊直接甲这资料拢整理起来。拢整理起来，而且伊若是整理起来咱直接试来看卖，就知影内底有啥。哇，多谢阿酸嘛已经加入我的会员3个月，你嘛是3个月的会证啊！哇，对，即摆迄个3种无共阶级的会员拢有出来讲话，所以咱就知影有纸戏、有会团、有会证，3种无共的阶级嘿。若想要知影迄个无共的阶级有啥物无共的内容，就是。你要订会员的时阵，你要买会员的时阵，伊会写，大家会使家己看卖，看对一个阶级是你较想要爱的。好，伊毋若是，你头拄一直传袂出来，哈，哪会安尼？YouTube 好，无咱来看一寡例好啊，嘿。伊毋但有即个影片吼，这是人唱歌的影片嘛，就是有一条歌叫做《查某囡仔》有人有甲唱原唱的嘛有伫遮即个伊毋但是会当直接网址贴腋下要创啊，网址贴腋下是要创啊啦，贴一下你好啦，大姐，咱俩网络啊伫。毋是啊，我说明遐有写，大家会使看我的说明栏就有。哈，你了解200块嘛，互食去，啥物意思？你有等200块，我无看呢。好，我小等来检查一下，歹势啊，请小等。今日网站大地遮，好啦，点开，了解我看卖哈，小等一下。你是有等了解呢？等，小等啊！了解，真正的呢，太安尼，多谢阿酸，寄付200块，哎哟，等下我来手动，甲你报一下。歹势，请小等者哈。历届佮人创地，敢会当莫创地？搁再用你，即我是我家己。好来，拍毋对字，毋是即个选。阿慧祝你生活充满 love。好，多谢阿酸的200块。刚刚有谁说想要红包啊？我，是我，嘿，我想要爱红包，多谢。
大家新年快乐！虽然已经元宵是不是已经过？好，讲伤济，咱来看这个网站对，搁转来，歹势，对啊，咱来看，讲到倒位啊？头一个用法啊，咱直接点入来看好啊。你直接要来看即个影片，伊就会走袂出来。毋知影敢是我的问题？伊有啥人走袂出来啊？搁来订来一摆就有，我会食版权，阵较细声的好啊。应该有啥？来，伊即摆我看到的拢是全拢白话字的。海底电缆对呢，听讲搁互挂一条对无？夭寿骨，真夭寿骨。来，但若看有白话字，伊遮都有白话字啊。两个人遐尼好，伊就是有甲遮的白话，伊有甲遮的字幕，拢有整理白话字的，就是你若看影片的时阵，你就会当若看遮的字幕。因为有的人学语言的时阵就是安尼嘛。我知影有一寡迄个小工具，也是啥物的，嘛是安尼。对啊，头拄仔迄就是中国的问题是啊，搁咧创遮有诶无诶。讲到倒位？对，就是有一寡人，有诶人咧学英语的时阵，嘛会安尼嘛，就是比如讲你看英语的电影你看英语的电影的时阵，你着配这字幕。你配这字幕，你就会当哪听哪学。同一个理路，一样的道理，同一个理路，就是你当哪听你喜意的台语歌，你就会当哪看到这白话字的字幕，你就豆豆吸收，你就豆豆要安怎讲？你若看惯势啊，你就开始小可看有，是会当用这种方式来学习，伊阁会整理即个单词哦，咱来看，我捌做过戆查某囡仔戆是啥物意思？戆是啥物意思？伊遮都有整理啊，伊就直接写伫遮，大家敢看有？敢会伤细字？免细字，咱甲用较大诶，戆 ，foolish，伊都有啊。你若英语好，你就用这网站来学就真紧，搁有啥查某囡仔啥物意思 ？girl 也是 daughter， 对无？就是 CD。所以你若看到一寡你袂晓的词，你毋捌看过的词，比如讲啥物衬托，我毋知影啥物是衬托，袂要紧，你直接试落，伊就会甲你带到即个词出现的秒数，0分40秒。情意的衬托，你就知影衬托啥物意思？伊下骹就有写 slippers， 就是拖鞋嘛。所以你知影原来衬托或者拖鞋，有时啊，咱学语言的时阵，搁需要知影迄个例句。有时候我们学单字要有例句比较好学，对不对？同款的理路一样呢，就是你安尼看影片，你就知影即个词安怎用。比如讲，你就知影迄个要用的时阵，会当讲情意的衬托，你就可以整句记起来。我觉得学单字的时候，包含学英文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学单字的时候，可以跟那个例句一起看、一起记，就会更好学。对，所以大家若是想要学台语，会使用看卖这个网站哈。马自己工厂想到最近的我要验牌也有很多配音版本，不知道有没有台语版？不知道我是知道有很多 VTuber 有会偶尔做一些那个台语的，就是把一些剧，然后把它配成台语配音之类的。对，也许有吧，也许有。那有机会，如果都没有其他人做的话，可以再叫我做，对吧？很棒的功能吧，超方便的。比如讲有啥阿豪有啥物意思？原来阿豪是 get rained on， 是什么意思？被雨淋阿豪你就会当起落。一个人压号，所以压号是动词，原来是安尼，一个人压号就会晓啊。单字居然还有分等级，对呀，大家若是有想要考迄个台语文的迄个检定，如果想要考检定的话，检定就是有分等级的。其实我觉得要安怎讲，这个网站对我来讲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很多人学英语的时候。有把它当成一个认真需要学的语言在学，会去考英语检定，
然后你如果为了要考英语检定，你可能就会需要知道那个英语哪些词是什么等级，哪一些比较简单的先学，哪一些比较简单比较常用的要先学啊，比较不常用又比较生僻的就不要先学。对，那可是很多人就是没有把台语当成一个语言在认真学啦。讲较白的是安尼，讲较无客气是安尼。不过就变做讲，就算你想要很认真有系统性的，就是认真学一个语言的方式学台语，你可能也不知道有哪些好工具可以用，所以有人出来做这种类型的工具，真的是非常感动，有够感动啊，足钦佩哦，所以就真正是一个好康的报给大家的对，大家可以就如果想要比如说以考检定为目标啊，如果你想要以考台语检定为目标去学的话，我觉得其实有目标有时候也不错，有时候有定一个目标比较可以 push 你去达成你的就是可能有阶段性的学习目标，我觉得蛮重要的。那无台语版就交互单回去对啊，那真正无人做，会使叫我做。听过粤语版没有台配那么有感觉，如果是台语版一定更新鲜。好，有机会可以试试看。台语是台湾人最熟悉的陌生人，有影，确实，就是好像离你很近，但你好像没有跟他很熟，对。无客气，毋是，就真正无客气，我咧减肥个客气。我敢会当叫你子君，还是叫你阿君呢？叫你阿君呢，敢会使？你好，你是新来的观众，请多指教，好，无问题。我是新来的主播，无啦，我毋是新来的啦，我已经开介久啊。欢迎你来，欢迎你来，有闲就定来我遮坐哈。你好，网络朋友，有闲就定来阮遮坐哦。等下，头拄仔即个敢有人知影是为倒位来的？若知影的人会当讲者，台语字幕嘛是做帮助接触文化推广，对啊，所以我即马若有做迄个，对啊，我有做一个迄个系列的影片，或者拜师四界门，原底若是较当然啦，若是会使，当然是想要迄个所有的特辑拢是迄个台语来访问，毋过应该是无法度。毋过拜师四界门，就是若准迄个互我访问的人，先讲一下这节目咧创啥？拜师四界门是阿辉其中一个节目，伊是影片的，毋是直播的。就是我逐回拢会找一个有伫某一个领域吼，伫某一个领域较专门的 VTuber，也是有迄个某一种职业的 VTuber。甲抓来，甲抓来就对，北来，就会请大家提供一寡问题，我就来甲伊问，就是安尼，若是有出现迄个互我访问的人会使讲台语的，愿意讲台语的，我拢会上字幕，我拢会上迄个台语的字幕，佮有华文的字幕拢有，所以免客气，哎呦，感谢周景的降落，感谢周景的降落，直播辛苦了，开台辛苦了，欢迎你来，多谢你带你的观众朋友来我遮坐，来这坐，欢迎大家来，欢迎降落，是，我已经人形化快1周年了，对，也快1周年嘞，我拢无咧记一记的，啊哈，我根本袂记你是对一天，袂要紧。降落安来学台语，真的假的？好，那我们等一下继续来讲这个多好用，来讲这个网站多好用。机台赶紧有迄个即时台语字幕软体，对啊，应该即摆科技进步的速度愈来愈紧，应该有机会。即摆嘛已经有迄个输入法是会使直接听你讲话，就会使替你拍字，语音转换，即时语音转换已经有了，转成台文的已经有了，所以。有即时台语字幕的软体出现，应该早晚会有啦，应该快了啦，感觉。周景你好，学完日文学台语啊，刚刚在学日文是不是？好多在学日本话，今嘛会使来学台湾话耶。要庆祝了吗？主播老实说，我完全忘记这件事，我完全忘记我人形化是在3月的事情了，我完全没有准备，我的行程表上面完全没有这一点。好，我准备一下，对不起，我准备一下，好，周年庆练财要好，周年庆听起来很大拍卖，讲到倒位，讲到
喙角全破，毋是，我白讲甲这个网站对，嘿，啊就是有分级呀、对，玉对嘛，玉子吗？要不然叫你玉子，玉子啊，蛮欢迎你来看，欢迎降落耶！再次感谢周景的降落，谢谢。对，它就是有分不同等级，对，它有那个词汇是分不同等级的，所以大家在学习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分级去做参考。就是如果你有以台语检定为目标的话，你就会知道有 A 级、B 级、C 级的词汇，嘿，你就会当去看对一寡数字，你一定爱知影的，你可能真正爱先学的，你就先甲学起来。足方便就对啦，或者就是足方便的。伊阁有其他的功能嘛，或者 vocab cards， 我无用过呢。哦，有卡片是是安尼哦。这就是餐花 ，OK， 伊就是有无共的词，伊拢会甲你整理起来就对啊呢。伊对它还是有写词汇分级，好那我们刚刚说到词汇分级，它这边搜寻就是你会当敲出你要爱的主题，比如说你就知道这个网站有查某囡仔你上次还没听完，你就可以，它是只能用白话字吗？那会安尼绕开伊是用英语的名是无？是无？毋是，或者因为咬字真漂亮，得下啦，是你唔敢嫌，好，反正至少我们知道可以 A1 是可以的可以找等级的话找得到，真正甲学英语同款有字卡，对啊，一个会当 take quiz， 来考看卖，我无考过呢，来考看卖好啊，我哋直接 game over。Score， 伊可能因为这是我伫网络顶面看到的，我唔知影伊这个网站到底完成啊未？其实我不知道，其实他搞不好做到一半，我是真的不确定，我根本没有联络过做这个网站的人，对不起。对，所以可能有一些功能，也许还没出来嘛，也许，对，所以这个 Take Quiz 至少我自己如大家可以看到的，好像没有办法玩，对。Listen to 伊在 loading 是吧？在 loading， 所以要等他一下是吗？无伫这个时间，跟大家开讲。对，没有跟降落的朋友介绍我自己，这真是失礼仪，千万不要让我失礼仪。好，没事。这在哪里知道这个网站的？就是 Threads 上面，应该是 Threads 上面吧？其实我有点不确定。对，好像是哦，好像是在那个叫什么？好像是在 Threads 上面看到有这个网站吗？所以我就去看了一下。对，我想说我不要看就是怎么说，看一下，然后那个还是保留到我们现在就是 right now， 现在直播的时候就是玩给大家看，对，看长怎样。然后阿君遐有1点落雨，是啊，有1点落雨，所以会有1点的雨声，搁请见谅。无我应该听袂到你的声，应该是免烦恼。我这应该是无落雨，应该是无，想无我无听到。对，要跟大家那个自我介绍。刚刚是有那个降落过来的朋友，对不对？你们好，我是火鸡丁的网络喝出边我就是平常做的内容，跟台语比较有关系。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对，如大家所见 ，right now 也是对，是的，所以那个大家有喜欢听主播讲台语的话，就3不5时，堂后来给我看一下，可以来看一下 CD， 看起来应该是要不好哦，好像没有 loading， 没有 load 出什么东西。OK， 忘记介绍，有介绍了，这次有介绍了，谢谢大家。还有啥物功能无讲到的？基本上就是安尼。伊可能要是以较以白话字为主的对，有一寡无共的分类，这个分类敢做了我嘛唔知。毋过 songs 就是迄个嘛歌嘛，你若爱听歌曲的，
的有吼，你试这的有，这拢是歌曲的，都是唱歌的吼。哦，搁有真卡人嘿啊，就我知影吼，顺续来讲，就我知影，因应该拢是有先问过，嘿，他们好像都有先问过，可不可以放到这个网站上的，所以就是可以支持一下。对，这应该嘛无赚钱啦，看起来也没广告啊，这可能也没在赚钱，真的是用爱发电，真的是非常感谢，非常感谢。animation anime 无 speech 可能是演讲，是不是刚 N 这种嘛有speech 嘛这较特别的我其实有偷翻一下这有够特别的，这是我直接点让大家看就知。哈哈，找不出来，过来一道，有啊。Fast bundle of feathers was Patricia, a Peking bantam chicken. 伊是讲英语的，伊这是讲英语啊，不过伊下骹有一撮台文的字幕。这个影片是讲英语的，但是它下面上了那个北维基的字幕，对啊，也是可以这样子来学，但是就是感觉会蛮训练到你的阅读能力耶。特别做是你读白话字，你爱读甲有够紧，你才对得到，你才对得到，所以大家若有要练习这个读白话字的速度，嘛是会使试看卖，确实我觉得可以试试看，而且有时候我坦白讲，有时候看那个汉字比较多的台文，有一些初学者好像难免就是因为看到汉字，然后我们太习惯把汉字读成中文了，所以好像有一些初学者在看全汉字的台文的时候，脑袋还是会先出现华语的声音。对，那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的话，也许可以先学北话字，我觉得也许可以试试看。好，安尼你就直接读迄规抓拢是北话字，你读内底出现就是台语的声，你读内底就袂绝对袂绝对袂出现华语的声。互大家参考，对啊，你就会当学你读偌紧吼，伊是一只带任务的鸡母，带任务，那最近嘛定听到啥物，伊是一个带任务的人啊，哈啦，好，毋过我真仔毋知影台湾话有安尼讲呢，原来是用带任务，好学着，连我都学着，因为我嘛是要咧学啦，要咧学。对啊，水呢，英环台对啊，但是英环台嘛是真要紧啦，就讲回dit搁讲一摆，已经讲做一摆，毋过我就是讲一个语言，若是要正常用中文讲好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吼，这个网站是免费还是要付费的？免费的，我有放在定选留言以及影片的说明栏都有，所以大家可以点进去玩玩看啊，不用钱。所以我刚刚说他好像就是也没有在赚钱，真的是做功德，对就是对他连广告都没有，真的是没有在赚钱，所以大家会使去验看卖，免费哦，免费哦，讲到倒位啊，对，刚刚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啦，但是一个语言如果它要处于一个正常的地位的话，那它应该可以拿来做很多事情，比如说你在看外文的影片的时候，它应该可以成为其中一个字幕的选项。对，什么意思？就是我只是想要看个英语影片，那我不懂英语的话，我应该可以选台语字幕、台文字幕才对。对，那如果没有，那可能这个语言的处境或者这个语言的地位就没有那么正常，没有像中文一样正常。对，所以就可以留给大家想想看啦，对，我一开始第一次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是觉得哇，真的假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对，那对就可以想想看。好，又被人在说教了，我们不要说教了。那个今天的网站好像，其实我知道的功能也就这些。对啊，被我玩完你们就没得玩了，所以我就不要每一支影片都点了，留一些给你们玩，好不好？那今天的回家作业完蛋了，派回家作业给观众。今天的回家作业就是你们可以玩玩看这个网站哦。请大家去试看卖啦，好耍啦，真正好耍。大家当去试看卖。
还剩一点时间，我们可以聊聊天。大概最近过得安怎啊？对，因为我自己也好像有一阵子没开台了啦，对，好像有2个礼拜吼，算安尼算算嘞，可能两礼拜没开台，所以大家应该有想我吧？什么火蛇老师喜欢我讲，不要乱讲，甚至不是说教了，还教授了，有派作业了，对，台湾以前会讲布置作业嘛，我就听过派作业，布置作业好像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听到的，有点不确定它的来源是哪里。对，留给大家想想看。对，好爱说教，好好笑。对不是，我本来要讲的是那个啦，就是老观众，不是老观众，不是说你们老不对，就是本来就有来看我的观众，熟悉的观众，乱讲话，熟悉的观众好像，熟悉的观众好像也很久没看到我了，应该是有想我啦齁，所以就多跟大家聊聊天好了。对，各位的是今天有一些新观众，对不对？今天好像蛮多新观众来的，对，所以也可以跟我聊天啊。好想我脚脚，不是，不要啊，本体在这，不要这样。什么老观众？不是啦，头都还不给不了，真是干掉动物系列。你是说那种间谍鹦鹉吗？就是一颗芒果，间谍芒果，然后是一颗鹦鹉，差不多意思，嘿。这位新朋友拉库见，敢是？我看麦，应该要哪甲你称呼？初见安安演算法推荐你来的，欢迎来。我怎么看不到啊？看到了，等等，我的滑鼠又怪怪的，请原谅我，请等我一下，是怎样？不要这样马铃薯老师。等一下，我要跟初见安安的朋友讲话，等我一下。拉库见，感谢你，拉库见，欢迎你来，欢迎你来看我的台。演算法推荐你来的哦，真的假的？演算法，你是我的哪一支影片推荐到你？我好好奇哦，可以跟我分享一下，我真的超想知道的。怎么说你们老？没有，我没有说你们老。很喜欢失言的火蛇，好，没关系，那我就继续失言好了，哈哈。那米哥最懂哈，第一次看到天马茶房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台语的议题。昨天重看才发现，用台语谈恋爱好美，真的，我也觉得用台语谈恋爱好美。那大家如果有想要多看一点，就是台语很美的一面的话，最近有一本诗集，好像还蛮有喜欢台语的人，可能就有被推到，然后讨论度也是有点高，叫做《日回相喜》，对吧？日回相喜，日回相喜，然后就是一本很美丽的台语诗集，大家可以去找找看。对啊，如果你不知道日回相喜是哪4个字的话，你可以用中文打日花闪烁，你就可以找到了。好，你们都老好啊，没关系，我也老啊，我最老，好不好？可以了没？我最老。机器的间谍动物，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哦，这个我没听过，没关系啊，真的不在意，就是老观众，对啊，就是老观众而已，又不会这样，不是啦，哦，真是的，阿君要去变色好，等者不要紧，你倒去，请，初见安安，不要骗，不音很够，绝对不是初见吧？是这个实况直接放在主页哦，真的假的？直接出现在首页吗？天哪，那我们还真是很有缘分欢迎你来，不知道你平常就是有没有习惯听台语，但是你可以现在开始直接被我强迫，好好笑，你可以现在开始直接被我强迫听台语，以后我有开台你都要来哦。以后我开台你再来看哦，我就点来讲台语，你就会当叨叨听。如果平常就是想听台语，不知道哪里可以听的话，可以来看我的台，谢谢。强迫推销太好了，既然我们都这么有缘了，要来吧，要常常来吧，要吧，不怕好，那就是会来嘛，很好。就会相喜，想要来买一本，对啊，我也想买我还没买，拍谁？我还没买，对我还在想要买电子书还是实体书，就实体书有一个感觉啦，不过电子书的好处是，就是我在外面如果突然没事做的时候，我蛮喜欢利用零碎时间的。如果我买电子书的话，好像可以拿出来看，好像不错。众满怎么开始勒索新观众啊？不行吗？从一开始就把最真诚的我给展露给他看，不是很好吗？对不对？我如此真诚，你应该要常常来看我。好了，不要再这样了，陈火神。一排 V 读史感觉很赞
感觉很赞哎。不过我不知道若乔老师会不会介意耶，我可能要问一下。对，如果我不知道可以念多少，因为你想想，如果那个 VTuber 接力，你想想看，如果很多 VTuber 接力，然后把他整本诗都念完了，不就不用买也可以知道整本内容了吗？对，所以我可能会去问一下老师，对，看怎么样，他觉得 OK。对，确实是蛮想读看的，因为真的是很美，近期脆跟实况圈的台语趣闻，就是年糕的台语怎么念？如果用华语思维硬念，就会念成对哇！你还知道华语思维？你的那个用词好精准哦！天哪！所以你本来就是有关注台语的一些事情是吗？那难怪我们有缘分，太好了！金武 N， 哎，好对啊，我也有看到，我还有做一支短影片讲这件事情，我有做一支短影片讲这件事情，有兴趣的人可以看我的 YouTube 的 Shorts 里面有。对啊，如果对啊，我知道大部分人好像是讲低贵，对不对？其实讲低贵，对，所以对，不要再问我，不要再问了，不要再问我年糕的台语是什么了，低贵好不好？对，不过字典里确实有尼哥，对，我是不是应该要开个字典啊？开个字典，然后分享给大家看好了，这样比较快。等我一下啊。截取一下我的字典的画面啊，安尼有，当然啊，比例怪怪，比例好烂哦，到底在讲什么？好，对不起，等等啊，想让他别让刷微，当。台会不见吗？真假的？可是我就不是讲那个词啊，我讲的是台语的词呢。对，反正总之，不是真的有人因为这样被 ban 吗？有这种事情吗？我很好奇。有的话跟我讲好不好？有的话跟我讲。那个是要有人去检举还是怎样？那是要有人检举吗？好，总之我们看啊，对应中文找年糕，我们看年糕的台语是什么？有人讲花粿，但是花粿是那种就是有蓬的，好像跟大家想讲那种黏黏的是不一样的，对不对？真的假的？紫色会瞬间不见哦？就算它不是那个意思吗？真的假的？YT 没那么严哦，是这样子哦。原来好没吗？有听过变不见跟我说，希望不是我，谢谢。等一下我没跟你打到招呼，对不对？等一下啊，初见安安，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嘞？电脑好卡，我要生气了。好了，我不会生气，但是我的电脑好卡。怎么会这样？那也安呢嘞？那也安呢？是该 work？ 我应该叫你什么？我应该叫你 work 吗？我可以叫你 work 吗？work 你好。欢迎你来看我的台，我平常会讲一些台语之类的东西。叫你 work 吗？好。伊里会说这是你们伊里会觉得这是我们的语言啊，韩语的4韩语的数字4听起来也是有点像，是不是？就也没发生什么原来如此，所以对，就是毕竟它只是一个在另一个语言里面听起来很像的，但它就不是那个意思，所以我觉得照理来说好像是不该真的假的？韩国网络上直接 ban 紫色，有这种事情？他直接把紫色学校 ban 掉吗？真的假的？毕竟是英文网站，避免不了英语本位主义，是没错。好，那我小心点。但是我要说的是，确实有这个词，确实有这个词。虽然更多的收录的是低贵，更多是低贵，低贵，好，都低贵，也有花贵，但是意思好像不太一样。低贵，教育部嘞。没贵，这我不知道。没贵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煎贵如果是用煎的，就是煎贵。谢谢，煎年糕，好有道理。低贵又是低贵。好，讲那么多，反正1973年这本里面有收到这个，对，但它好像不是被收录最多的，对，但就你也不能说它错，因为字典里就真的有，所以应该也不能说它错。对，那就大家如果怕
被误编的话，就尽量不要用吧，我还能说什么？啊，原来是因为紫色在韩国赚很多钱，但是网络电信商赚不到，所以把它编了。哦，原来是这样子哦，原来是这样子。真正无听过，我也无听过啊。我自细汉听到就是讲甜粿啦，我都听到甜粿。好，反正就这样。那我觉得呢，我突然来讲一点凶的好了，非常突然啊。那个主播其实有时候也是蛮不友善的。没有啦，我就觉得，你知道吗？大家普遍台语不好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很好笑啦，对，因为大家普遍台语不好，其实是某种历史伤痕，好不好？其实是某一些那个以前的政策造成的结果，让现在大家想要台语好的人，台语可能也没办法很好。对，这件事情其实不是我自己觉得不是那么有趣，对，所以我其实觉得拿这个当梗还蛮，我个人觉得啦，我觉得蛮无聊的，对，就蛮无聊的。然后除此之外呢，它不只是一个跟我们自己语言流失有关的梗，对，它同时也是一个就是这个梗它的谐音就是一个伤害某种群体的一个词嘛，对，所以你会被别人对，就是对，它是一个伤害某种群体的词，对啊，我知道在台湾就是比较没有这个群体的人啦，对，所以大家可能对这个比较没感觉，但我还是觉得很无聊。我还是觉得拿这个当梗超级无聊的，对，就很幼稚，好不好？如果你不认同，那就不认同，我也不能怎么样。给红安安欢迎，安欢迎你来，欢迎啊，就久无看，因为我嘛就久无开，欢迎，好啦，说教就不要说太多，听有就早就听有啊，听无佮讲嘛无好，对，讲到这，讲爽了，就这样吧。那如果大家想要更多不友善，对，我们这礼拜有会线，对，有买会员的朋友就可以来看。对，不过我那个灰记爱开杠，不是灰记爱开杠，讲错节目名字。对，那个节目叫会来啊今早，对，我们会来啊今早这个节目就是定给第2集的第2个等级以上，就是。我们会员有3个等级，最便宜的是灰团如果你是买灰团的话，你就可以用 emoji， 然后还有那个可以看一些限定影片跟一些抢先看，对。那如果你买到第2个等级的话，就才能看我们的会线直播跟直播档哦，对。所以如果想要看会来啊今早的话，对，要记得要买到灰镜第2个等级以上的才能看这个会线在干嘛？这个会线就是很凶就对了，会骂人就对了。有喜欢听我骂人，或是简单来说就是批评一些时事，也不一定是时事，就是对一些我的观察，然后做一些比较严厉的批评的话，可以来看这礼拜的会线呢，当然也是跟这个语言附赠有关我们就是要来讲一些看一些我观察到的。对啦，就是骂倒台啦，没有错啦。结婚是 suburb， 上工你是 suburb， 没有人这样说好不好？想当 suburb 也是要考执照，没有啦，我不知道啦，应该没有这种执照，跟我别讲。反正这礼拜日暗时7点，我觉得会馆很顶的节目，有这个会线，就是我发现那个在做台语的附赠跟推广差在哪，有机会再讲，对，这讲不完，讲一讲很冗长。反正就是在做那个台语相关内容的时候呢，有一些雷包，就是自己觉得自己有在做得很好，但是其实都在扯后腿。这种人呢非常多，那类型也非常多，有各种形式的扯后腿。那礼拜天就会来批评一下这种行为。对，当然有一些人是不知道自己正在做这种行为啦，但就还是批评一下。对，好，那就这样可以来看啊。对事不对人，好。新观众也欢迎加入资讯栏的 DC 聊天学台语。对，资讯栏有放我的 Discord 群组，那我的 Discord 群组就是不论你是单纯很喜欢陈火蛇，对台语其实还好也可以加入，对里面的频道呢就是里面的频道呢，就是也有中文的频道，也有台文的频道。如果你就是有在学习练习台文，然后
想要找一群也可以用台文聊天的朋友的话，就可以去台文频道。那如果其实还好，然后你用中文比较习惯的话，我们也有中文频道。对，那如果你英语能力很好，你会英文，我们也有英文频道，非常方便，非常 international。对，3种语言一次满足。好啊，欢迎大家可以加进去。对啊，那边就也有开语音，所以如果你想要练台语口说啊，不知道有哪里可以练的话，对，不知道哪里可以练的话，就也可以去。嘿，好，就这样子分享完了。有些案例历历在目，对啊，我就是收集了一些案例，然后来骂一下。对啊，对陈火蛇还好，想学台语也可以加入吗？可以啊，当然可以。对，确实就也是没有啦，我没有这样说。对，但就是欢迎啦。如果就真的对陈火蛇还好，但是就是知道哦，陈火蛇的观众好像可以一起练台语，单纯因为这样子想要加入，当然也可以。对，如果你觉得陈火蛇完全不重要，你只是想要找一群陈火蛇的观众聊天，也可以啦，好不好？当然可以。好，就这样。好，那个要不是有人要吵架，要那个出去解决，要打一架自己去哈。我们也差不多准备跟大家再见了。完蛋了，呼噜同学刚到，我们就要说再见了。呼噜同学午安啊，阿慧平安欢迎，你嘛平安，欢迎，吃饱未？帮我等包腰，我差不多可以去吃饭了。你不是又干嘛？直接明白吗？也还好啊，要打架自己去哦，我不阻止，不鼓励。不是啊，火蛇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脚。好啦，不是，那就看在脚的份上嘛，我有开台的时候，你们才看得到我的脚啊，好不好？满意了没？爽了没？不是你们。不要把我的任何台都变成骂倒台，好不好？硬要我骂，你们这些人是怎样啊？通常不是也比较想要被美少女骂吗？你们是不是叫你们去闹别人的台，但是算了，好，就这样吧。那拜拜，明天见，明天还会开。大概都安呢，你来我就要走啊。我跟你讲，明天我们几点开？明天我们下午6点。会开不留档歌会，好不好？呼噜同学，如果你明天一样是这个时间，差不多快6点的时候方便的话，你就可以抢到那个摇滚区，你就可以来，就不会错过就对了。好，明天6点哦，呼噜同学，呼噜同学，6点啊，那个不见不散啊，6点见啊，明天6点啊，明天6点啊，就这样，好，谢谢大家，耶，那我们就降落去。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宝藏台吧，敬请期待。我们准备降落过去，谢谢。好啦，怎么那么勉强啊？就来嘛，不留档歌会耶。早起6点不是早起啦，下晡啦，下暗啦，什么早起6点我背不起来嘿。之前在一语那边有听过我，还有合唱，还有在底下留言，还有偷听台哦。所以之前有偷听，然后是第一次来留言了。欢迎啊，欢迎，太好了。好，那我们就真的拜拜啦。那我们就明天下午6点见。那我们就飞去最新发现的宝藏台，Go Go！